雄，你现在怕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我要你一直追赶的原因，玛丽，我的玛丽。北门方向，信号箭吗？有2只，难道我们的人到了？我用此计，就是要消耗赤旗军的马力。赤兔马虽强，彻夜奔波也已疲惫不堪。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出事，你还赶得及过去支援吗？现在北门的守军少得可怜，不需要太多兵力便可攻下。洛阳城若有失，董卓定会将你军法处置。华雄，此时不去救北门，更待何时？